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日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昨增加26943个本土病例，57个人死亡，102个中重症。昨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对7月2日开始开放6个月到5岁的囡仔会当注幼囡仔的莫德纳疫苗。2日开始，50岁以上的民众第3档让5个月，会当注第4档。医院要新冠疫苗应注了，疫情指挥中心宣布，20日开始6个月到5岁囡仔应注幼儿型的莫德纳疫苗。地方政府应看量能安排，让父母带囡仔到病院、幼儿园或者是托婴中心来注。在美国、在欧盟，这个莫德纳都已经在开打，那也知道它的副作用，有效性的保护是很好。另外，因应边境慢慢开放，为防止新病疫毒对国内防疫造成冲击，指挥中心也宣布，20日开始第4期疫苗注射对象为原本65岁以上，下像年岁到50岁以上大人，不过要甲第3期计5个月。主要我们就参考了美国他们的一个做法哈，他们也是在50岁以上就是可以让民众就是打这个第2次的追加剂。另外，桃园市长郑文灿、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伫食饭的时阵，每一道敬酒无挂喙罨，违反防疫规定，互卫生局罚3000。指挥中心承认，为了讨论每一道敬酒是不是免挂喙罨，不过目前还未开放。营业的餐饮业，那不可以逐桌敬酒。好，那这个部分，目前我们的规定就是这样子。好，那如果检讨风险可以接受的时候，我们再做开放。在新冠本土疫情方面，20增加26943例本土病例，中重症有102例，死亡有57例。进行验出国内第一例 BA.5 社区感染本土个案，伊共大爸母的采检结果也出来，虽然高度怀疑是 BA.5 家庭群组，不过病毒量上过低，无法度定数，所以未列入新增 BA.5 本土个案。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真热热，昨全台湾的用电量创新高哦。台电表示，昨下晡2点23分，用电量是超过4030万千瓦，若是有史以来上高用电量上济哦，嘛是史上头一届突破4000万千瓦。也毋过台电嘛强调讲，目前的供电无问题。天气热甲互人挡袂牢，国家上暑假，大家踮伫咧厝内时间变长，增加开冷气用电。7月20，全台湾用电创历史新高，尖峰负载出现伫咧下昼2点23到4030.1万千瓦。用电量第一遍超过4000万千瓦，创历史新高。台电统计历年来上悬尖峰用电的前10名，拢总伫今年6月到7月。好佳在今年雨水有够，水库的水量拢正悬。而且细潮期早伫咧6月时阵，拢总归队最近供电，所以台电官方目前依然维持供电充裕的特点。不过伫最近用电量可能也是正悬，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温度明显偏悬，尤其北部加华东降雨会愈来愈热。整个云量减少。北部的高温也可以来到36度，甚至到周5到下周1，大台北地区以及花莲纵谷也都有可能出现局部37、38度高温发生几率。天气愈来愈热，这礼拜六更是这季内面的大事，气象局提醒民众爱注意热伤害。台电也估计后礼拜用电量可能搁再创历史新高，估计尖峰会到4050万千瓦。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太平洋高压增强，各地拢是温度真悬、真热热的天气。气象局已经针对9个县市发布高温警示。咱来看温度，今仔到后礼拜1，太平洋高压较强，水汽减少。虽然过道山区会落淡薄仔雨，也毋过雨水较少咯。今仔各地拢是真好天，嘛真热热的天气哦。北部跟东部温度会愈悬，会到36度。气象局嘛已经针对双北市顶9个县市发布高温警示，其中花莲会到38度，各地紫外线嘛拢真强，所以观众朋友这几天出门都要特别注意。
再来看卫生福利部嘛指出讲，去年7月份因为日上海着刷去看医生的有423人次，今年的7月到今嘛已经有367人次了。因为拜六礼拜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有可能会出现今年的上高温，温度是会到37度，甚至是38度，所以嘛提醒讲爱特别注意日上海。天气小忽忽，受太平洋高压影响，22日2天各地高温会来到32度至35度，大台北、宜兰、台东地区甲花莲创国有机会超过36度。气象局表示，拜六、大暑甲礼拜日会是上介热的2天，有可能出现今年的上高温。未来1周高温在北部红色的线可以看到，基本上都在35度以上，特别是周五、周六、周日这3天，可能会来到37度甚至38度的高温。要特别留意这种局部高温的现象，留意这个热伤害。气象局表示，2到后礼拜日，台湾有机会出现类似受影的极端高温，要注意热伤害。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去年7月份因为热伤害看诊的，计共有423人次。今年7月到7月19的数字已经来到367人次。营养师提醒，血糖比较较悬，或者是糖尿病患者，是着刷脱水的高风险族群，要特别注意。咱若天气热，咱可能就会食足侪水果。水分较侪，水果像西瓜啦，这些物件，你血糖压起来，其实你对你来讲，你的身躯内面的水分浓度会较悬，其实嘛对身躯是一个伤害。医师表示，高血糖会互血管内底欠水，久来身体就会脱水，失去调节体温的能力，引发各种热伤害的症头。也提醒年岁较大、有慢性病、甲长期伫咧日头下做事的人，就要加补充水分。气象局表示，2日开始呢，各地水汽会哪来哪少，只剩小可山区会有局部阵雨。高温爱到拜二才会溜溜啊降，各地有关侪云烧热，提醒民众要是爱注意热伤害。记者阿敏晶、曾派文台北报道。因为天气真热，佮加上饲料起价，市场又会欠卵咯。最近大卖价又佮起2块，有可能会带动用到卵的相关的产品卖起价。农委会主委陈吉中是表示讲，目前咱国内鸡卵的供应是真稳定哦，只是需求增加，才会去影响到价销。看到卵佮起价啊，来买卵的负责人怨叹讲，即马钱实在是愈来愈薄。卵的价销为20开始，佮要起价，产地价销为1斤40块半起到42块半，大麦价销为1斤50块起到52块，卵的价销佮创下新高，民众讲强要买袂落。有卖卵的贩仔讲，卵的价销直直起，大麦价销毋敢起到52块，才会压力敢若会当家己吸收。卖卵的贩仔讲，受到天气热，产量降低，加上养过热人是换老家母的时间点，供应袂符需求，卵起价，互民众是头壳摸咧烧。用卵用真伤的糕饼业者嘛受到真大的冲击。虽然离中秋还阁有个外月，毋过卖糕仔饼的店头卵人数已经赶要包装出货，即马阁拄着卵起价，业者讲无起价实在是真困难。我们已经撑一段时间了啦，工资每年都在涨，然后原物现在近期原物料又真的涨得很凶。业者讲，包括米粉甲肉搭，价销拢已经比英贵贵3成，即马阁拄着卵起价，按算甲因产品的价销起1成至2成。若卖太阳饼的业者是选择继续观察，都惊若起价，人客全毋敢来买。你太高，他也不可能接受啊，是这样子啊，只能说自己要默默的承受一些。农委会表示，卵的价销由产销双方按市场的供应甲需求来决定。目前整体来讲，供应的状况算稳定。不过，国民女又带动大量的需求，地区价销大起，会要求业者持续调整卵的产销，来稳定供销的秩序。不过，小连续起价起3届，民众的压力嘛愈来愈大。记者综合报道。现在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交通部发出讲，2030年市区的公车要全面电动化。台北市目前是有257台的电动公车，明年开始一档要增加400台。也毋过目前的情况是，有49台已经挂牌的电动公车无电通用，无法度上路。台北市公运处先就讲，会来向台电协调充电站接电的问题哦，让电动公车有通充电。再来看《联合报》。昨传出讲，南西零售第2季要赔将近1000亿，嘛造成润泰集团的公司股票拢达停收盘。
润泰集团将暗暝开说明会来强调讲，会来变更会计原则，重新来评估资产哦。目前是无考虑讲要来处罚南山零售，嘛强调讲今年的第二季的财务报表目前是个计算。再来看自由时报，国防部成立安全查核工作站，派人去中科院、汉翔公司、还有大准公司来执行国防厂商的安全查核的工作。也毋过去年到大，计共有69个人哦，因为甲中国有往来有牵连，也毋过并无老实来填报，所以这人嘛互拒绝，袂当个继续来参与国防机密的专案咯。再来看台北市长的选战，国民党的蒋万安甲现任的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拢批评讲，就卫生福利部的官员讲哦，网架是防疫的空棒，已经造成伤害咯。针对这件代志，但市长张伫网架有做解说，嘛搁再回释的。更科技，更在地。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提出防疫甲医疗的政见，批评现任的副市长黄珊珊甲前卫副部长陈时中，尤其民进党陈时中20日刑庭是去网架梁山寺拜拜。蒋万安质疑英国卫福部官员失言，讲网架是防疫空棒，伤害是真大。目前我们台湾的死亡人数达到8000多人，重症也是8000多人，而这样的警讯都是之前我们的前指挥官所留下来的烂摊子。所以绝对不是如指挥中心陈指挥官他们所说的是破口，我想这样的伤害已经造成。陈时中伫新闻顶大喊，即个唔若去梁山寺，前一天还有去大场坪城隍庙，除了去信仰中心争取基层的支持，嘛针对瓜市府重要的政绩改变西区，那像有甲黄珊珊对起的意思，强调讲会伫网架文化底伫基础之下，提出科技智慧城市的政策，伊嘛搁一改为防疫空棒的讲法来回释的。以前在立法院的时候，那有一些的言辞，恐怕用词不是很精确。那如果任何人因为这样有伤害，那我也必须要诚挚的道歉。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COVID-19 不是人跟人的斗争，也不是人跟人的战争，是人跟人在合作对抗病毒。那我想部长去年愿意这样说，当然是值得欣慰，但是可能有一些伤害是已经造成蛮久。北万华、中万华、南万华，我们3个区块不同的文化底蕴，我们都希望能够把它凸显出来。所以我们一个专案在处理，我们希望万华站起来之后，怎么样让它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生活。下以无党籍参选的现任副市长黄珊珊，下晡嘛去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文化馆视察成立了后头一届大型乐部的测点，希望让市民会当有加一个文化休闲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新北市长的选战，国民党的林金玲甲民众党的高虹安拢提出老人甲囡仔的福利政见，也毋过民进党的新会红是质疑讲哦，这个钱是要对倒来咧。高虹安嘛批评新会红做7党的副市长，阁无清楚行政院已经提出的儿童政见，即马已经争甲真激烈咯。参选桃园市长的前新竹市长林志坚论文抄袭证据，小甲新竹市长选战，有中华大学董事长甲民进党新竹市议员陈焕李彦辉针对论文证据提告蓝营甲白营真诉诽谤，国民党新竹市长参选人林平仁认为这是转移焦点。我认为这件事还是要回归，让台大、中华2所大学来认定论文是否抄袭。至于其他延伸出来的案外案，都只是在转移焦点。另外，福利政策也是这场三卡都选战重点。林平仁发出增加中央敬老金为2000增加到3000块在内真侪项中备福利政见。民进党高虹安也延续过台民进前发出公投公有免抽口啊，甲0岁甲6岁国家市的政策方向。啊，毋过传出拄啊时期新竹市副市长的民进党新会红进前受访时表示，亚市社社会福利一个讲法，我要请其他候选人提出简笔规划说明在源，才袂随讲讲利益。这也引起双方交战。怎么会说是口说无凭呢？行政院推出了许多0到6岁国家帮你养、国家一起养这一类的政策。身为新竹副市长，担任了7年多，还不太清楚国家其实已经有相对应的政策在走。我昨天接受访问时，是针对国民党的市长参选人所提出的撒钱式的福利政见，认为应该要有更缜密的财源规划与计算说明。
新会访20载起举行记者会，召开家己的社群节目，是要强固网络世代选票。各方案也是主打科技路线，早起是以智慧身份举行交通安全管理法公听会。下晡原定代表郭台铭参加宣明地新车发表会，所因为身体无爽快临时取消。国民党林清晴是伫议员陪伴之下到贯穿社区拜访，稳固擒拿票仓。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病毒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亿6千万例了，死亡人数超过638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总拢总是增加27196例，目前是超过433万例，日本超过1000万例，韩国嘛超过1800万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哦。美国已经超过90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300万例。伫欧洲迄边哦，英国超过2300万例，法国嘛超过3300万例。再来看英国执政的保守党哦，当初是第5轮的投票结果出来了。目前是存财务大臣苏纳克，跟外交大臣特拉斯两个人要做最后的对决。首相江森将伫国会出席最后一场的质询，伫落尾哦，伊用西班牙话讲后会有期。Mordaunt 105, Sunak 137, Truss 113. Therefore, Rishi Sunak and Liz Truss will be the candidates going forward to a final ballot of Conservative Party members. 英国执政的保守党党魁选举第5轮，也是党籍国会议员最后一轮投票的结果出来，票数上少的国际贸易副大臣莫丹特出局。由前财政大臣苏纳克加外交大臣特拉斯决选，两个人重点拢放伫咧2年后可能的国会大选。The question now for our members is, who is the best person to defeat Keir Starmer and the Labour Party at the next election? I believe I'm the only candidate who can do that. 特拉斯伫咧前一轮的投票是排第3，上尾轮的时阵逆转成功。BBC 报道有民调显示，特拉斯加苏纳克两个人对决，特拉斯会赢。We've got 2 years until a likely next general election, and I want to deliver for people. I want to deliver lower taxes. I want to help struggling families. I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unleash all the potential and talent across Britain. 差不多20万的保守党员8月初会收到选票，9月初2进前完成投票。新首相连选9月初5就会让知影。一若看守首相强生20伫咧国会出席最后一场质询时阵，犹原是一个人见众人，也可抗既定的人甲美国保持密切的联络，支持乌克兰人，也讲尽量减少上班管制措施。Mission largely accomplished. For now, I want to thank you, Mr. Speaker. I want to thank all the wonderful staff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I want to thank all my friends and colleagues. I want to thank my right friend opposite, Mr. Speaker. 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here and hasta la vista, baby. Thank you. 强生上尾啊引用电影《魔鬼终结者2：审判日》的经典台词，以西班牙语表示后会有期，互人真好奇伊心内想的是毋是迄句 I will be back。公司新闻张伟林5期抢编辑。再来看斯里兰卡破产，总统嘛逃亡到新加坡了。代理总统的总理维克瑞米辛赫将经过国会投票，成做新总统，任期是到2024年的11月份。斯里兰卡总统当选人维克瑞米辛赫20去科伦坡上国内会议参拜，讲国家爱重新团结。We in Parliament are being questioned by the people as to why we cannot work together. Why are we trying to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at the risk of destroying the country? For those who seek to destroy, to threaten democracy, they must then be dealt with the law. 已经73岁拉尼尔·威克瑞米辛赫在国会225席摕到过半134票，另外2位候选人是作为领袖迪桑纳亚奇、加前教育部长阿拉哈佩鲁马，将在示威民众伫咧看选举直播。BBC 报道，抗议的民众大部分拢对结果感到失望、唔甘愿，不过不满的政府也未发作。Fight for what we deserve. The people deserve to get their basic necessities. They deserve fuel. They deserve
transportation. 因过有支持者对未来感觉乐观。 ඉස්සෙල්ලත් පත්තුනා නම් මේ සමහර විට රනිල් වික්‍රමසිංහ කියන ජනාධිපතිතුමා යමක් කරලා දෙනවා කියලා විශ්වාසයක් තියෙනවා. 做过6届总理，立场亲西方的维克瑞米辛赫，几落10年来一直想要做总统，即马伊的心愿实现。因过上任了面临的是正大的挑战，已经宣告破产的斯里兰卡，依然掉伫咧经济危机内面，伊互人认为甲前总统拉贾帕克萨关系正好。前总统家族把持政权，因过所因为无能决策错误，外汇存底拢用了，生活物资严重欠款，中国嘅通膨超过50%，真侪人3顿拢食袂饱，引起大规模抗议。即马伊做总统就会赶紧救国家的经济，最近就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伫咧谈判所困。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来看南非有一间酒馆，顶个月传出有21个少年人集体死亡的事件。警方调查了后发现，讲死者的体内拢出现甲醇，怀疑讲因是啉着假酒，目前是搁继续在调查。 伫这场集体丧礼，家属甲同学拢为过身的少年生命感觉悲伤。南非东开普省东伦敦市一间酒馆，6月2日发生21个人集体离奇死亡的惨剧，死者大部分是年纪13至17岁青少年。相关单位经过调查了后，已经排除酒精中毒还是一氧化碳中毒的可能性，不过发现因的体内拢验出甲醇。 Methanol has been detected in all the 21 individuals that was there.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progressive analysis of the levels of methanol. So we just have the qualitative result that says all 21 of them had methanol in their blood. 甲醇俗称工业酒精，虽然甲饮用酒的乙醇结构相同，不过对人体有剧毒，若是无细致食到，有可能失明甚至死亡。不过，伫一寡真差的非法所卖假酒内底，制造商往往会套揽这种较俗的甲醇，才通赚较济。南非21个死者是安怎会食到这种有剧毒的物质？体内甲醇的含量是不是会安尼无性命？犹太进一步查清楚。 Did commit that will come back to this community and find out what can we do so that we don't experience the same encounter of what has happened. 案发地点酒馆业者甲员工因涉嫌违法卖酒予18岁以下青少年，进前互人逮捕，目前已经交保。警方表示，听候查明事实真相了后，会要求触发的人负起刑事责任。这个案件也显示当地未成年啉酒的问题。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 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先来看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媒体传出讲，伊按算8月份会带团访问台湾。也毋过中国呛声抗议。美国总统拜登嘛讲，美国军方也认为讲，即马毋是好时机。拜登嘛讲希望讲，伫未来10天内底，会当甲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来会谈。 再来看意大利的总理德拉吉和联合内阁的3个政党抗议，传出讲总理可能会伫今仔时落台，所以大选嘛有可能会提前来举行。再来看乌克兰第一夫人昨是对美国国会议员来发表演说，伊嘛呼吁讲世界各国会当提供乌克兰愈济武器。 再来看美国的前国防部长艾斯培，即马伫台湾的访问，伊嘛建议台湾讲强化国防战力。伊讲台湾少年的查甫查某上无爱这边一党来接受训练。总统府是表示讲尊重艾斯培意见，也毋过学者是认为讲，按照咱国军现在的训练量是无法度消化一党有超过12万的新兵来做训练。To have young Taiwanese boys and girls serve at least 1 year, if not longer, in their nation's military. 面对强军攻台威胁，台湾要安怎强化国防战力？美国前国防部长艾斯培提出，台湾少年男性、女性拢爱做兵，至少服役1年以上，也甲大幅度增加国防预算，强化后备军人的动员能力，引起国内的讨论。我应该是不会，因为男生跟女生体力本来就有一点落差，不太需要，可能男生可以吧。我蛮支持的，因为就是台湾是大家一起的。国人对查甫做兵考虑体能无共的差别支持度无悬，不过亲像以色列同款国土面积小，加四周围国家关系复杂，都是指全民拢爱做兵，大部分伫18岁就会登入伍，全民基础抗敌精神。
The army is not only a place to fight and stuff like this. It's a place where you learn about yourself. It's a place where, but that's why I believe I can do best to help the country and just be who I am. 有学者是讲，台湾的情形，我度甲以色列相比拼，艾斯培的建议脱离现实。国军现阶段确实有需要加强的部分，啊，不过战力会当讲是20年来上强的。领主部大幅度裁减，即马16万外的志愿役人力，以国军即马的训练量，当年都要消化12至16万的义务役男女士兵，差不多是无可能的任务。基本上没有足够的训练场地，让他们可以获得足够的训练。在营区里面的人无法受到良好的训练，在营区外面的人也因为苦等当兵，没办法进行他自己的生涯规划。总统府表示，尊重艾斯培的意见，对查某拢做兵无评论。立法院民进党团是指出，美国甲各界的建议，国防部拢会参考，并做整体规划甲考量。记者综合报道。这2档因为疫情，有真侪家庭生活真困难。社福团体调查有接受机构帮助的家庭，有超过70%一个月收入无到25000块，有8成拢是查某人的趁钱。破病的先生向太太献花，感谢伊对家庭辛苦的付出。无农做的美村妈妈因为先生当病，这10日来用菜收葡萄10天收入，辛苦请养4个囡仔大汉，佮参加社福团体主持的脱贫的方案。有财务管理希望在社工的协助之下，稳定厝内的经济。较辛苦应该是在照顾老公跟老三。今年刚也是发现说有得那个大肠息肉，所以大肠全部切除。这几年你辛苦了，我都有看在眼里，谢谢你。社福团体调查机构辅助的家庭发现8成是女性根据家庭生活价值教育情形也袂少，而且超过7成。每个月收入不满25000，半数也佫有弱势低消的生活照顾需求。亲像爱华阿嬷10多年来辛苦饲身心障碍孙仔。卖菜，一个包水饺，一个晚上还要帮我们家收餐。本来要住院，我就坚强不要住院，就是为了这小孩子要顾小朋友。亲爱的阿嬷，谢谢你陪伴我长大。社福团体指出，这2年来经济弱势家庭受疫情影响，无法度正常工作，和生活更加困难。家福在这2年来，急难救助的发起上面，提供的比过往超过了5到8倍的之多。如果说这个状况没有改善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部分的支付真的是非常的多。在疫情当中帮助这些弱势家庭，社福团体对邀请基金贾正文担任活动代言人，佮请有名导演王小丽翕团微电影，希望各界投注爱心，关心这需要帮助的家庭。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因为受到气候的影响台南东山的眼镜花开了真少，嘛造成眼镜笔的产量减少5成，市场的成本嘛增加真多。伫台南北河的一个树林内底，有放45个芳厨，市场的农民嘛，当伫拍拼做工课。今年因为东山龙井花开较少，连带影响龙井蜜的产量。有的所在因为龙井的花无够芳通好采蜜，所以高不利种都会换所在，甚至去到外县市四界找花来收100花蜜，市场的成本才拍会平。因为我们在这个白河山区山下这边的话，还有一些莲花啦，或者是稻子啊，还有一些百花蜜可以采，总共在170几箱，然后我分4处，那就看到季节的花的时间点，我们去分配放的位置。受到今年吹大雨的影响，龙井的花开无济。以台南龙井的产地东山区来讲，这龙井的面积差不多1500公顷，龙井蜜一年差不多生产2000吨。不过因为龙井的花开了少，地主今年产量减5成。不过以介绍来讲，因为蜜不是生活必要的用品。所以市场的农民嘛，唔敢甲价钱溜了伤悬。咱的帮农吼是非常的辛苦啦吼，咱爱安尼上北落南来找蜜，来找迄个蜜源。因一般这种差不多离迄个差不多38至35吧，价钱较悬，毋过品质较歹。对，因为这花较少，伊的品质就会算较无人爱好啦。因为台南市场的人，芳厨的数量、蜜的产量甲产值拢是全台湾排第1，就算是减产。市府要是会举办龙井蜜的评鉴，呼吁民众伫买蜜的时阵，会当认明干仔顶悬标示国产的产品，甲产销履历标章，避免消费的纠纷，安全佮可靠。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台南市的六甲有一个真清幽的风景区，叫做望湖。早期毛电影伫遮翕哦，风景是真水。也毋过旧年因为可旱，所以拢大哭哭。最近哦，雨水较济，望湖又搁变甲亲像仙境共款哦。超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卖。那天白云配青冷冷的山拿湖水，好亲像仙境共款的望湖。就伫咧台南市的六甲甲关灯小接的所在，是乌山头水库的水头。往自然和亲咱拍片的所在，这风景真水，是拢天然咯。望湖这个名来自1979年林青霞主演的《望之湖》，除了这部电影，也佮有王祖贤的迄年湖边的情景，嘛是共款伫遮拍片。毋过这款的美景，旧年年初所因为可旱变甲大哭哭。加在后来有黄霜雨甲风台，才恢复原来的美景。那来到咱遮上好是用践行，因为阮遮路较细条，大家骑机车咱就较慢的，就停到王爷宫还是hen青宫迄庙埕停车场，用行落来较安全。在地发展协会提醒，民众若是要去望湖，就要经过六甲的王爷里，因为车路拢真细条，上好是骑奥多摆过去。天气咧王爷景，则佮用行入去走找仙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毛白河的荷花是真出名，也毋过咱要来小解观众朋友屏东的万丹甲地产的交界，嘛有真水的荷花通欣赏哦。咱做伙来看卖。若讲到想荷花莲花，侪人头一个会想到的就是台南的白河。毋过，即阵屏东万丹甲德电相接的所在，嘛有一大片荷花，因为都伫咧路边，交通里边，向侪民众来翕相。因为我们班上就是在画荷花，然后听说这边有大片的荷花很漂亮，然后我们就想要来目睹一下，不用到白河去。很多地方都很漂亮的荷花田啊，但是就在我们屏东附近的啊，那这样子有这么漂亮，所以又在路边很方便大家来看。这款这么水的花，到底是去做荷花还是莲花？根据白河区农会资料，其实莲花就是荷花，因的学名是同款的，分科分种一模一样。不过，甲另外一种亲像伫咧水面秀湖的紫乌莲，就分伫咧完全无共类。花又很特别，很漂亮，它的芙蓉荷花。它有好几种那个品种啊。你讲他们这个是采收莲子的，现在是莲子的采收季节，莲藕是另外一种品种。荷花的花期伫咧6月到9月，即阵7月等咧大开，而且地主种一片2分半的荷花田，嘛毋是干那为着看水，采收有真侪款运用方式的莲子嘛是重点。来赏花游客有机会看到丰富的成长过程。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屏东的东港有一间介绍真实在、真小的便当店哦。最近物件拢会起价，也毋过这间便当店同款是俗甲大碗，有鱼、有肉、有菜，才40块哦。头家讲，因为伊有家己的鱼船，所以成本会当加减吸收。慢慢讲会当互在地弱势，佮有老人会当食互营养，嘛有法度来负担。即摆万项拢起价，物件是贵三三。毋过屏东东港的即间便当店，煞是坚持甲介绍压互价，鱼、肉、菜饭拢底互甜甜，安尼竟然50块阁有走。你也看规排拢彩色。介绍呢？介绍哦，够俗的。你也看因的鱼啊，这你外口自助餐无得看。迄拢真鲜啦吼。足鲜的啊。当日的啊。当日的啊。看古早味，大家拢较爱食古早味，袂歹啦，伊这菜袂歹。菜色澎湃佮青草，口味也是互人学了甲会搭子。这间店也累积真侪市场的人客，头家也强调讲，因家己有船咧讨海掠鱼，这鱼啊毋只青。毋过煮甲大粒干、细粒干，头家煞想办法甲成本低甲上低，这拢是为着要照顾在地弱势甲时代。叫阮遮有迄老人吼，老人拢食迄落啥，一个月食迄3000块咧食的，所以讲拢一定爱安尼，老人拢会较算较俗啦。伫即个物价称悬的时代，店头用俗价甲善心、用心来煮食，照顾落苦的大众，有影互人真甘心。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南哦，伫2024年要来迎接建成400档哦。台南市政府昨宣布讲，台南400档的活动正式开始，嘛找金曲歌王谢明佑替台南来写一条主题歌。
你台南我爱你，台湾特别用台语呢，西南在土里观光客呢，台南是左转到北阿尼，靠印尼来你去台南我爱你。金曲歌王谢明佑佮大基做伙写这条慢慢变台南的主题歌，甲台南的好耍好食，甚至是台南人的口音拢写入去。其实背景音乐里面还有《安平追想曲》，还有《南都夜曲》，就是有台南的歌，我拢啊藏伫咧内底。若有台南味的主题歌，嘛公布活动的主视觉甲 logo， 这拢是替台南400年活动暖身。现场荷兰办事处代表谭景南也来参加，因为400年前就是荷兰人伫台南的安平古堡起历来加城，嘛是台南甲世界小到插的开始，刷落来2档有济纪念活动。每年是399年啊吼，啊其实嘛剩无偌长的时间。每年的国际的学术研讨会上少差不多有2场安尼吼。啊另外就是讲，其实台南400年涵盖唔光是历史文化，其实嘛有包括城市的改变、都市的改变，包括交通、包括水利、包括环保等等。其实这3档来市府委托生态伫历咱家城的考古甲研究，就是希望了解规个城堡的秘密。另外，迄时阵住伫这块土地原住民西拉雅族，市府嘛计划要结合考古，协助因做伙找找400年前的历史遗迹。记者邓家文、赖伟做台南报道。这几档有真侪行业拢受到疫情的影响，一寡基金会庇护工厂受力减少真侪，嘛影响到身心障碍者的训练。搁无偌久就是中秋节，一寡经营庇护工厂的基金会嘛提前开放贵宾的预订，因为这2档受疫情影响，辅导特殊囡仔的工厂营运嘛减少，就惊连本地应该是大过营收嘛无理想。疫情的关系，其实很多的一个企业今年事实上都没有盈余，那包括很多个人也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不管是单笔的一个小额捐款，或者每个月的固定的捐款，事实上也都大概砍了半。当时基金会希望扣长宣传时间，让外界通参考相关产品，嘛有价目关一帮矮的贵饼帮助弱势。另外，伊甸基金会嘛讲，订单减少对这需要自立的身心障碍者来讲，学习训练的机会嘛受到影响。其实我们整个中秋档期大概占我们的营业额的1/3，但其实我们更大的影响是在我们的平常的训练。我们一样会朝着做比较长效期的饼干，让我们的身心障碍者不因为疫情而停止了销售，就影响他们的训练。伊甸基金会表示，面对疫情甲原物料起价挑战，伊嘛当咧转型，亲像说疫情参压，贵饼咧压，虽然减少拍照的加度，但是并无提高绩效。希望各界给予这寡囡仔机会，协助因通好自力更生。记者伫港北后开台北采访报道。台湾警管基金会调查发现，讲台北市的公园有超过4成的佚佗物啊，拢已经过期，也毋过煞无重新来检验哦。基金会是呼吁台北市政府要赶紧来清查，嘛来保障伫公园佚佗的安全。休假的时，真侪家长拢会带囡仔去公园佚佗，毋过恁兜附近的公园敢有安全？警管基金会甲台北市议员候选人吴征伫信义区的南口公园开记者会，公布因的调查，认为公园的铺面无安全。绝大部分小朋友如果他在公园里的游乐场受伤，来自的原因都是来自于从高处坠落，所以游乐场的安全铺面是一个我们检视一个公园游戏场安全的时候，是一个最基本的构成要素。监管基金会林岳钦表示，因调查南口公园铺面的头部伤害指数 HIC 是1406，比经济部规定的1000悬真多。囡仔若无注意滑倒，真容易受伤。除了讲测 HIC 值以外，可以看到是我们这地垫已经是可以手都可以把它搬起来的哈，这不是我刻意搬、恶意搬的哈，是它本来就。照理来讲，应该事实上粘，可是各位看到这翘起来，我们最怕的是小孩子如果不小心绊倒，是撞到这边。虽然法律有规定3年爱检验1摆，但是一直无经费通做。台北市公园处回应，卫福部今年初才开会讨论，要到明年才会开始第2摆的检验。他开会的内容
他是讲说，如果说检验报告已经超过3年的部分哈，那就要开始办理第2次的检验嘛哈。那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在明年112年，我们已经有编经费要来做处理。警官基金会甲5警呼吁，台北市政府应该爱赶紧清查，保障大人囡仔的游戏安全。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外国渔港哦，就算船只靠岸，嘛是拢住伫船顶的生活。渔业署嘛改善渔港的一寡设备，目前伫25个渔港有设29个浮路径，14个会当休困的所在哦。望讲明年9成渔港拢有相关的设备。去伫咧渔港附近的夜景啊，甲基督室提供外籍渔港使用。外籍渔港伫台湾的工作环境歹，人权议题这摆受到国际关注。渔业署自2020年开始，伫各地渔港规划陆上设施，加强29搭夜景啊，甲14搭基督室休困设施，提升外籍渔港伫台湾的生活品质。那我们预计到明年的时候，大概可以到90%以上。就是有渔工的渔港，我们大概都能设的就会尽量去设。台湾境内聘雇的外籍渔港大概有7000人，渔业署透过这个设施，希望改善台湾伫国际上的人权形象。民间团体对规划表达肯定，但是嘛讲，互外籍渔港会使设身躯，提供信用设施等等，这只是基本的人权需求。再提升就是说医疗的部分医务室啊，然后再就是咨询室，乃至需要求助的网络。都要出来，更期待的是说，希望场住分离。有些渔工曾经跟我讲过说，他们就像老鼠一样，对，外面环境恶劣的时候，他们就往船舱里面某个角落躲起来。他们还是期待他们能活得像人一样。我工作完结束后，我是离开船。李正新表示，目前只有少部分的雇主有提供外籍渔港陆地上的宿舍，改善外籍渔港生活品质的重点是要改变因大部分的人生活过暝拢伫渔船顶的问题，互因会使回归正常人的生活。记者郭本良随台北报道。来看台北羽球公开赛总32强的比赛，台湾的戴资颖、周天成、内向的王泽林甲李阳拢进入前16强哦。其中戴资颖对决世界排名第127名的乌克兰的选手，只用22分钟就赢球。球迷若喊戴资颖的名，若举手机仔咧翕。戴资颖经过4年，佮参加台北羽球公开赛，现场的球迷是真欢喜。戴资颖头一轮对阵目前世界排名第127，也就是18岁乌克兰选手布霍娃。打才开始比赛，手感袂歹，这球伫网仔头前大角度吊球，布霍娃敢若会当硬硬徛伫遐。双方的实力有明显的争差，戴资颖真紧以21分比5分拍赢头一局。第2局戴资颖线球判断精准，完全掌控对方球，阁拍倒转来落线，以20比7来到赛末点。敢若用22分钟拍入去16强，戴资颖照应过例，一个比了就甲所有球迷说多谢。伊嘛注意到有袂少囡仔兄囡仔姐一直喊伊的名，特别可爱，就是他们的声音，因为可能就是会比较响，然后听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好可爱哦，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就会想要找一下，可是就会发现太多人了。过4年，佮参加台北公开赛，这届是头一摆伫台北和平篮球馆举办。戴资颖笑讲，头一场比赛伫4号场地拍的感觉是袂歹，不过伊拜一伫练习的时阵，另外一个场地方是互伊感觉小可碍脚。伊真期待2116强的比赛会伫倒一个场地来比。记者综合报道。国家已经破产的斯里兰卡，国内的物件阁一直咧起价，一寡孤立医院因为无人赞助，政府也无法度继续补助，即马是真需要外界的协助。查某囡仔排几日，底饭较菜，毋过甲以前无共是饭菜量变少，深陷经济危机的斯里兰卡无法度进口原料、粮食甲药品才生活不足，通货膨胀率超过50%，物价起2倍，一般民众化食未消，各国国家非政府组织资金的孤立院，因为资金化停，直接面临欠粮危机。We are currently facing a lot of problems with regard to the economic aspect, where there's not enough money to get the food that is required for the children to feed them, but we have been doing our very best with the limited amount of food that we have in this place.
经济恶化引起抗争，后前总统打击帕克萨顶礼拜逃出国外，威克瑞米先后得到134票做总统，也负起中经济破产国家的重任，包含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详纾困方案。公视新闻王阿峰评论。再来看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今年又搁互经济学人自信社选做是全球上下人大的都市头一名。主要是因为维也纳有正完善的基础设施，佮有正优秀的医疗保健系统哦，佮有文化甲娱乐嘛拢正丰富。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有丰富的音乐历史遗产，互人叫做音乐之都，也常常伫咧国际各大城市生活品质评比排行榜排头名。这项调查包括221个城市的美食生活品质调查，维也纳已经10遍排第一。另外，伫咧绿色城市指数、智慧城市排行榜，维也纳也拢排第一。经济学人资讯社以全世界172个城市做对象，所做的2022全世界宜居城市评比，维也纳又拍败纽西兰北岛城市奥克兰排第1名。报告内面讲，因为防疫措施，博物馆、餐厅拢关起来，互维也纳伫咧2021年的排名爬到第12，即马又搁回升到2018年甲2019年的第1名。理由是稳定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医疗保健、大量的文化甲娱乐机会，是这座城市上吸引人的所在。像大家拢负担袂起的大众运输系统，就和真侪国际大都市拢无法度通比。Für 1 Euro am Tag können die Bewohnerinnen und Bewohner das gesamte Öffi-Netz nutzen. Die Jahreskarte kostet 365 Euro im Jahr. 规个城市的规模甲范围内，休闲娱乐设施拢正方便，也正吸引人。想要对市中心的圣史蒂芬大教堂去古多瑙河游泳，坐地铁只要6站，9分钟就会到，会当看规座城市的山。民众会当伫咧树林内面健行，或者是伫咧城市的酒馆内面啉当地生产的葡萄酒。这的自来水系统是直接接阿尔卑斯山的山泉水，啉起来甘果甜，真有名。甲世界其他城市同款，维也纳也拄到气候变迁暖化的挑战。所以定出2045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除了热天愈来愈热以外，当地大学生也讲，这几年维也纳人伫咧态度上有负面的变化。Obwohl Wien eine Stadt ist, die eng zusammensteht, wo man einen Spirit hat als Wiener und Wienerinnen, gibt es natürlich eine gewisse Ausländerfeindlichkeit und einen Rassismus, der in den letzten Jahren dann doch gewachsen ist, was mir absolut nicht gut gefällt.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西欧国家天气最近是非常的热有一台对巴黎要驶去布鲁塞尔火车，因为中途向故障，火车停驶4点钟车顶无冷气，乘客是真痛苦。法国的工人嘛热到无法度做事，荷兰有真侪民众拢走去海边耍水。火车向响，警报声车门开个关起来，乘客着急提推一直讲。这台为巴黎开往布鲁塞尔火车，礼拜2才拄离开巴黎，都无已经停落来。民众吊伫4点钟无冷气的车厢，温度愈来愈悬，甚至到45度。有人感觉身体无拄好，有人是气甲火车的窗仔门讲破，拢总700个乘客热甲挡袂牢。啊，毋过过程中业者拢无通知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事后铁路公司坦白讲，是因为火烧风高温致使火车故障。另爱伫2头卡工作的建筑工人日子过啊歹过，火烧风为西向东过来，法国东部大城斯特拉斯堡这边目光选择伫透早提早工作。Pour l'instant, il fait plutôt bon parce que c'est le matin. Après, vu qu'on est sous la tuile et assez proche du toit là, donc ça va chauffer de plus en plus. Donc, on va bientôt suffoquer. 西澳地区火烧风的侵袭，荷兰嘛同款。礼拜2当地创下历史上上热的7月19，全国高温拢超过30度。东南部的马斯垂克是39度半。挡袂住民众拢走去海边耍水，海甲海沙堡出现人客人的情形。The temperature, I'm from Curacao, so I'm used to this, but I'm not used to the busyness, I think, the people, so it makes it way more hot and way more humid than it has to be, I think. We thought it was going to be like 25 degrees on our vacation, but yeah, this is... 34 or something? Yeah.
That's a lot. It's hot. It's surprising. Yeah. 无正常的高温，互一寡人的生活拢受影响。伫荷兰连车路的点仔架都扬起，除了去海边耍水，不少人会去电影院看电影、吹冷气。布鲁塞尔免费开放博物馆，互65岁以上的长辈会当入去休困。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今仔到后礼拜一，太平洋高压较强，水汽减少哦，各地拢是真热暖的天气。北部甲东部的温度会真悬，会到36度，其中花莲哦，佫会到38度。各地紫外线嘛拢佫真强，所以观众朋友哦，这几天出门拢爱特别注意。做伙来关心今仔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4度。华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语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